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以随处播种的生命彼此勉励。Basi tua aiku bifursak sabaluma aurip masasi baizer kufaluzo numita。经文传道书11章3节。Anu malananum putuan i maulah anu basi tua kunika lefak no kirang i itira saa matli。云落满了雨，就被倾倒在地上。树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就留在何处。Ecclesiastes chapter 11, verses 3 and 6. 3. If the clouds are full of rain, they empty themselves on the earth. And if a tree falls to the south or to the north, in the place where the tree falls, there it will lie. 传道书11章6节。Anu ulafakto anu ulataya tu i kalalo kisu ami fulsak tu sapaluma nau hani cai kafana kisu tu ya ni fulsakan isu asapaluma tu nika umamalengau amakmin hakia uluma satu cai kafana kisu tu nika uyani fulsakan ilafaku ngayai hakia anu cai uyani mifulsakan ilataya ku ngayai hakia。早晨要撒种，晚上也不要歇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前者或后者，或两者都一样好。6. In the morning sow your seed, and at evening withhold not your hand, for you do not know which will prosper, this or that, or whether both alike will be good. 这段经文原本是在描述人生许多无法掌握的事情，大自然风雨的变化，树往哪里倒，我们无法预测。同样的，我们的人生会遇见什么处境，我们也无法完全掌控。看着我们今天的部落，我们常常会感到一阵无奈与混乱。我们的第一代长辈用眼泪和汗水在部落建立了信仰的根基，第二代承接了下来，但面对时代的冲击，信仰好像少了那么一点扎根。到了第三代，孩子们外出到都市职场工作，当他们回到部落时，不仅带回来了外面的文明生活，有时也把外邦的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带进了家门。结果我们看见现在许多部落的家庭里，同一个屋檐下却有两种不同的信仰。看着自己最爱的儿孙开始拿香拜拜，甚至把其他宗教的物品带回家里，身为基督徒的父母长辈心里是何等的沉重，何等的痛心。我们常常会问，主啊，为什么我的家会变成这样呢？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家里面面对信仰的冲突？我们到底该如何相处呢？然而属神的人却相信，即使环境再混乱，再无奈，神仍然掌权。神把你放在这个时代，这个部落，这个家庭，不是偶然，不是巧合，而是神的安排。树倒在何处，就留在何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家庭和职场里，那里就是他要我们结果子的地方。在这样感到无力，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位空中小姐，那一天她执勤的是飞往绿岛的短程航线。飞过台湾国内线的人都知道，那是一段非常短的航程，从起飞到降落，空服员几乎忙得不可开交。在旅客登机之前，地勤先带了一位年轻人上飞机，他不是贵宾，
而是一位正要被解送到绿岛监狱的犯人。押解人员用外套遮住他戴着手铐的双手，让他坐在飞机最后方的角落。短短的航程里，他心中充满羞愧、恐惧与绝望。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完了。当飞机降落后，所有旅客都离开了，最后轮到这位年轻人。在舱门口，那位空中小姐像对待其他旅客一样，微笑着向他道别。就在擦身而过的瞬间，她悄悄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后来，这位年轻人在收容所里打开纸条，上面写着：上帝爱你。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有一时失足的时候，可是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重新交在上帝的手中，他就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就是这样几句简单的话，像一道光照进他的生命。后来，这位年轻人在监狱里信主，生命被翻转。弟兄姐妹，那位空中小姐所以能够看见一个犯人的价值，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善良，而是因为他先被基督的爱所改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原本也像那位戴着手铐的年轻人，被罪捆绑，与神隔绝。然而，耶稣基督没有放弃我们，反而走向我们，把赦免、盼望与新生命带给我们。这个故事和传道书的经文，给了今天身处在信仰冲突与挑战中的我们两个极为重要的属灵提醒。第一，固守本位，在神安排的地方忠心撒种。传道书11章6节说：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空姐的飞机就是她的禾场，她没有因为航程太短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对方是犯人而拒绝。她就在自己的岗位上，把握那短短几分钟的机会服侍神。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部落，就是我们的禾场。面对家里不幸或是离开信仰的儿女与亲人，我们常常觉得挫折，甚至想放弃，想责备。但经文提醒我们，早晨要撒种，晚上也不要歇手。早餐在饭桌上，我们为孩子祝福；晚上孩子累了，我们默默在心里为他守望祷告。我们不需要跟家人吵架，不需要用控诉的方式去强迫他们。我们要在自己的位置上，用基督的爱与耐心，持续地撒下信心的种子。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句话、哪一次的包容，会在哪一个孩子的生命中发旺长大。第二，不看人的标签，只看灵魂的需要。世人看见的是犯人，空姐看见的是一个需要盼望的灵魂。同样的，当我们看见孩子们被世俗、被民间信仰影响时，我们不要只看到他们做错了的行为，而是要看见他们在世界的洪流中心灵迷失，缺乏真平安的需要。主耶稣说：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今天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部落里，也有许多人戴着看不见的手铐，有人被都市的压力和忧虑捆绑，有人被疾病困扰，被世俗的坏习惯捆绑，也有人在两种信仰的拉扯中，心里感到孤单与折磨。神或许正在呼召我们，不是要去定罪他们，而是要把一句安慰，一个温暖的微笑，一个真诚的关心送到他们的生命里。也许有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看着年轻一代的改变，心里很无力，
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但诗篇92篇14节给我们极大的应许。Yuma doas do zanilai, uyanan do ajahji, ucaan atau papah nilai, sakit mul sa akan rau acaai kafaar。神没有退休的工人。长辈们，你们在家庭中坚守基督信仰的榜样，你们的一句鼓励，一个代祷，一份深夜里默默流泪的关怀，都可能成为挽回下一代最关键的祝福。弟兄姐妹，无论外面的时代怎么变，不论你的家里现在面临怎样的信仰拉扯，请记住，你的家庭与部落就是神给你的宣教工厂，你的诚实、爱心、责任感与活出来的见证，都在对你的家人说话。树倒向何处，就留在何处。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就在这里忠心。神把我们播种在现在的家庭里，我们就在那里发芽。也许我们不能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无法一天之内改变整个家族的信仰，但我们都能成为那张无声的纸条，一句体贴儿女辛苦的话，一次在信仰摩擦中的包容与真诚关心，一个充满基督之爱的行动，这些都可能成为神触动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神面前的管道。愿主帮助我们固守本位，忠心撒种，在我们残缺、混乱、不完美的家庭与部落中，活出基督的爱，并且坚信神必亲自叫这生命结出荣耀他的果子。请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把我们放在今天的家庭与部落中，面对世代的改变与信仰的冲击，我们常常感到软弱无力，但感谢你提醒我们，你依然坐着为王。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手中的种子，当我们在家庭、职场和社区里面面对不同信仰与文化时，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与加倍的爱心，让我们不轻看每一次的问候，每一句鼓励，以及每一个在深夜里的代祷。主啊，我们愿意在自己的本位上忠心撒种，不再抱怨环境。求你用你的爱融化家庭中的隔阂与冲突，更求你亲自做工，引导我们流失的下一代，引导迷失的亲人重新回到你的怀抱，让生命成长结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